这摆新听社新建案伫咧台南市会支持之下，伫108年度开始分年编列工程预算4500万，期间因为引荐物价提悬，经历过2摆流标。后来，甲总工程的预算提升到5000万，伫110年度12月份顺利发包。在山区很多救灾救险的部分，不仅是大家传统认为消防局好像只有火灾，那许多包括山难啊、协寻啊，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救灾抢险，都是消防局的同仁出生入死、流血流汗，他们来达成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需要一个比较健全的这个办公厅舍。那原先我们已经规划了相关的费用，只可惜没有标出去，因为最近在台南市的这个营建工地还不少。后来我们就增加了1层，将近500万成为总经费达到5000万元。那希望说这个终于标出去，今天要来动土。14号上午，市长会特亲身到现场主持动土的典礼，并肯定消防人员对于消防佮有救护的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。同时，佮再次感谢议会的支持，希望未来新的办公厅舍建制完成了，会当让消防人员有更好的环境来提升工作的效率。希望说赶快把这个办公厅舍跟相关的这个措施的房舍能够做好，让我们这个消防局的同仁在出勤的时候、休息的时候，或是备勤的时候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处所，能够让所谓的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那这个器除了消防设备、消防车这个面罩，然后消防靴全套的这个消防衣之外，也需要一个好的办公处所给他们。消防局长李明峰表示，对市长就任以来对消防人员的各方面都非常的重视。这摆为着要让消防人员在咧灾害抢救的时阵会当得到经济保障，新的厅舍在咧完成了，一定会当替当地整体救灾救护能力大大来提升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